哎，你到底呢？让我对上了。干嘛？到底呢？来个，你把换脱个？我们等得下，那我这个还你等多少辰光的5分钟，搿每道开赛5分钟啊？不错的。哪边5分钟就5分钟，这样5分钟又没交题。啊，难过啊！跟我生眼睛辰光一样的，我这个也不难过，你也难过。我难过个呀，我当着呼吸嘞。上那个哪太冷了。耶，我今往04年买的，2000多块一个，3星的。 20年在你会不会读脱啦？你还用？我还用大理石，这样我不死它，你都给我把弄好死它。啊，对了，你一样的来的，我还用这也用。啊，对，国内的升级不升级？那证明那就换了老师，侬200人耶，那3星你得去读脱啦。我也呀，风雨季来，别让天气难在，夜里做梦啊，早上来吃面。我吃馄饨。哎，那当然馄饨个，这辰光去吃馄饨啦。明白？真个吃馄饨啊？我下来后吃馄饨的。你吃饺子烧馄饨？你讲呢？不是就这种，我再去给我们不是啥。不，那现在吃饺子烧，那现在。我这么，那明仔准备去吃饺子烧。3点嘛，50啥？哎，搿么2碗，20个意思啦。我不相信，我吃不透50啥馄饨。哎，搿么明仔。再后我退货的，我退货，还是我50啥吃不透。我来一个苏高拉啥子呢？啊？都玻璃去。再浪7点200分。哎哟，亮亮，你追得快的啦！老几毛啊？2.9啊？有啊，179家。所以我红牛问啥子？红牛。然后红牛有小菜，一个钟头工资抽他。你们有小菜有花人，你也2碗得了啊？2碗嘛正常碗。你现在2碗要吃脱个？2碗我已经讲晒了。妹妹还弄个4碗。你看我已经拆开了。你倒一个馄饨个汤特别鲜，今朝你是炖汤。关键我汤不好吃呀。你那别上我爱个吧？哎呀，馄饨我也吃呀。哎呦，终于开工，哪个还吃？谁还吃？自个不吃东西，么更个还吃啊？亮亮，你吃得慢点啊，所以我打米饭啊。也是个了，你2碗比我又吃得快呢。馄饨吃不过来还做来了哇？馄饨吃可以肉，要今朝办公家嘛哇？现在我是4狗仔，一年1头香煎。你3馄饨应该3头香煎。服务员，你买3馄饨应该有3个香煎吧？那是最难的了。不是馄饨来的，一个人来。给了呢，我这还是吃油出去，再进来吃油啊这个了，这样都一头的。而且呢，今朝硬胖啊，1头香煎快脱。